各位早晨，歡迎現場同網上嘅弟兄姊妹參加我哋城匯社區教會嘅主日崇拜。好高興見到大家，即係 Long Weekend 都可以見到你哋，正。大家咧可能會開始發現咧，陸續開始咧，有啲人身上咧會有個 name tag 個名牌嘅。呢個咧係新嘅安排，希望幫助大家咧更加容易咧去彼此認識。咁喺教牧同工、Core Team 核心同工同埋 Welcome Team 嘅弟兄姊妹咧，都會佩戴呢個名牌，咁方便咧大家可以揾到幫手嘅人。咁無論咧你係新嚟嘅朋友，定係嚟咗一排咧，如果你想了解多啲監會教會嘅，我亦都歡迎你主動揾佢哋傾偈、問問題或者一齊祈禱。咁教會咧唔只係一個地方，仲係一個家。我哋咧好樂意去認識你，彼此同行。咁咧相信咧每個人咧都經歷過唔同嘅情緒嘅。咁而當我哋面對憤怒嘅時候咧，我哋會點樣處理嘅咧？咁咧教會咧將會舉辦一個情緒管理嘅課程，叫做憤怒特輯工作坊。由 Joyce 傳道咧係帶領嘅，幫助大家咧識得點樣面對同處理憤怒情緒，學習咧去回應日常生活上面嘅挑戰。咁課程咧就會喺6月16號嘅星期一連8個禮拜一咧晚上嘅6點半至8點，地點咧係 UV， 只需要交25蚊嘅教材費。咁咧課堂咧就會提供印刷筆記咧俾大家嘅。咁而家咧報名人數咧已經超過名額嘅一半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有興趣咧，請盡快揾 Amanda 報名。咁喺各個嘅社交群組咧，你都會見到呢一張嘅海報同埋同 Amanda 聯絡嘅方法。咁你一齊踏出第一步，讓神幫助我哋咧有智慧咁管理情緒，活出更健康嘅關係。所謂做個情緒好管家，憤怒特襲不怕他。大家一齊努力 ，OK？Thank you。咁咧，頭先提到學習管理情緒係咪？咁其實作為基督徒咧，我哋都需要學習管理金錢嘅。咁神咧俾咗我哋唔單止有關係、有時間，同埋亦都有咧資源同埋財富。咁我哋點樣使用金錢咧？其實都係敬拜嘅一部分。奉獻咧唔係淨係神要我哋交幾多，而係我哋對神咧有幾信任、有幾感恩，願意以甘心樂意嘅心獻上。主咧都係會悅納嘅。願神使用每一份嘅奉獻，建立神嘅國度，祝福更多嘅生命。咁咧，中文崇拜結束咗之後咧，11點半咧喺106室咧會有一大組嘅聚會、團契聚會。咁咧今日中文講道咧會有 Mark Sir，有請 Mark Sir。